我戥香港嘅警方同埋警務人員可憐與難過，因為當年嘅黑強事件嘅特首曾蔭權嘅處事手法全香港市民都知道，就是奉迎與擦鞋。其實今次嘅警監會嗰個報告我咁講，資科部門其實當日所作出嘅行動，抬走身穿綠色 T 恤嗰位男子嗰件鬧劇好慶幸冇造成傷亡。按小弟估計現在已被投訴或者已被徹查警務人員除咗接受內部調職處分之外都可算係皇恩後代，因為做香港警察崗位比做任何一個部門嘅保安人員嘅壓力係大10倍以上。順得哥情失嫂意，你睇我好，我睇你好。香港市民看好嘅警務人員人工高，福利好，但是如果我係香港警察或者警務人員我會羨慕其他紀律部隊，冇香港警察過度複雜、過度壓力、過度要求、高水平嘅評核與獎賞嘅話其實香港警察做得好開心嘅。所以小弟認為呢次黑強事件除咗對香港嘅外交形象與人權嘅水平嘅評級觀察係有所負面微調之外，我哋可以趁現在呢一個所謂叫做教訓嚟推動下一次嘅香港內部行政運作，尤其是而家新嘅政府官員我相信係做實事，所以小弟係有些少滿意警監嘅報告。至於當日嘅抬走綠色 T 恤，甚至乎站在香港大學校園從事保安工作嘅香港警務人員小弟認為除咗向全香港市民道歉之外，最重要就係慎防有下一次嘅不公義嘅事件發生。多謝各位。